世界各地的莲友、好朋友们，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又恢复了早上呢，给各位大家做一个墨宝上面介绍的交流。那么，因为最近呢，台湾的疫情算是说比较严峻。比较算是对人民百姓呢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所以我们这一阵子也就不进不出了。按照政府的规定，我们没有办法出去，也没办法进来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没有时间来做其他工作。今天呢，刚好一个空档，师父呢就先写了这么下面几句话，来跟各位所有的莲友们，大家来勉励。我们虽然外在的环境会变，但是我们的心呢要如不动了，永远保持那种清净欢喜华喜充满的那种心态，这个是很要紧的，这是我们修行的重要的课题。现在呢，我简单讲这一章，给各位大家解法缘。忘记自我的利益是圣人。这是圣人，他从来不想到自己的利益，在内心的世界当中，他不管他做任何事情，都先有别人的存在，都先考虑别人，以别人为优先，所以这个叫做圣人。他忘记了自己的利益，他从来不把自己凸显出来，摆在前面，他不会，这个叫做圣人。这叫做圣人，摆脱私人利益是伟人呐，是伟人。我们有团体利益，有个人的利益，但是摆在这前面的时候那个权衡之下，他会考虑到说，一定我不要把我自己先得到好处，一定要以大众的利益为主要诉求的目标，能够跳脱，能够摆脱，能够超越，把个人的利益暂时先搁一边。各位，这个叫做伟人，了不起，他的做人的人格高尚，这叫做伟人。看重自己的利益，这个是还人呐。所想的、所做的、所考虑的，他点点滴滴、一丝一毫，都是为他自己在盘算，为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在考虑。这种人到处都是嘛，所以这个叫做还人，没什么特别，所以这叫做还人。看重自己利益的，这是还人；忽略别人利益的是小人。每一次我们在利益的前头，总是把别人很轻忽了，不摆在心上，不重视，不关心，所以这种人只有单考虑自己的人，而没有想到大众。这种人没有想到他人，这种人我们说是小人，是个小人。专注念佛利益是善人呐，专心很重视。念佛是阿弥陀佛要救度你，你把它摆在第一摆在心上是非常的重视，非常的重视。这个人跟佛很有缘，你知道你一念佛可以当世，在现世生活当中求平安得平安嘛，求富贵得富贵，佛都满你所愿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临命中听到一句佛号，佛都来救度你，不让你堕落在恶道。什么叫恶道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去转世。所以这个念佛的利益，佛讲说，念一句佛号能消81劫的生死大罪。你念一句佛号，出现一朵白色的莲花，是多么高贵高尚。你念一句佛号，25诸的菩萨随时如影随形的保护你、疼爱着你，来护持着你。所以由此可见，这个利益，念佛的利益，不单是现世当中我们所求随心满愿，更
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往生的时候，能够得到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我们顺顺利利的、圆圆满满的到极乐世界，一定成佛。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。你到了西方，必至昧度愿，就一定成佛。如果你不能成佛，阿弥陀佛发愿，我的功德不够圆满，那我不能成佛。我阿弥陀佛不能成佛。既然阿弥陀佛成佛，所以每一个众生念佛的众生，只要你到了西方，一定成佛。所以这个利益太大了。只要你一念佛，利益太大。所以呢，专门在重视，而且非常专心虔诚的在念佛的人，这个是大善人。佛讲了，这个是个善人。善导大师说，这个是妙好人。所以由此可见，你看，这叫做善人。这一段的内容在提醒我们大家，一个人能够发菩提心啊，处处考虑别人啊，能够利益自己，也能利益别人。这都是非常好的修行。今天我们以这一段很简短的内容来跟各位大家结法缘，感谢大家啊！南无阿弥陀佛。